记忆是很奇特的，除了眼睛看到的，还有鼻子闻到的，都会成为一段印记。而淡淡的烟草香，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凤林最鲜明的印记。尽管已经没落告终，但是巡礼全台保留最完整的凤林烟楼群，仿佛还能看到当时烟楼的人声鼎沸。而烟楼的华丽转身成为民宿，我今晚就要体验。来，好特别哦。对，像我们的门就是原来烟楼的门，会比一般的矮，它是比较宽比较大。对，然后那个柱子就是我们吊烟叶的松木。就以前就把它这样子把它留下来啊，对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装饰品，它是摆横的吊烟叶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住在这个烟楼里面，感觉好不同哦。对，它东买下来。哇，每一个地方都有故事。好，不然你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再到餐厅里面做那个绿茶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。好。屋内的大梁大多已被包覆，便于保存。而凤林的烟楼群则在屋外展演各种风情。只是建物虽美，烟草产业却是劳力密集，工作的过程需要气力。老板娘就让我体验一下补充体力的大补丸擂茶餐。我们要用莲花指下去。莲花指。对，要莲花指放在这上面插起来，另外一只手用莲花指插起来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要用擂茶抛翻啊？对，就是用这个吗？对，等一下要教你。来唱一首歌搭配节奏。我就是唱刚刚你讲的那两句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天空呀，老水呀，什么？对啊，这很棒的。走访客庄多年，擂茶当然不是我第一次喽。但是第一次擂茶时脸红害羞，也是第一次尝到用擂茶抛翻。终于擂茶好了，可以吃擂茶抛翻了。哈，第一口会比较苦，第二口比较顺嘛，第三口就回甘了。哈，对，接下来就会一碗接一碗。啊，对，好喝。凤林的滋味很多变，烟草的淡香已渐渐飘远。擂茶的清香却依旧萦绕，用擂茶抛翻，尝一口古早味，藏一份悠远情。